事。
有了吗？可以了哈。OK， 好。没有冷气哈，对，没有冷气对。让我的心不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只想你的心得满足。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紧紧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紧紧地敬拜你，紧紧地敬拜你，紧紧地打叉的不住，打叉的不住。请大家稍待一下哈，冷气马上就起来哈。对对，暂时真的。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今天的崇拜，请续约。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报亏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让我们一起低下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主的日子，我们弟兄姐妹欢喜快乐的来到教会来参加崇拜。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烦恼完全的卸下，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愿圣灵大大动工，使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现场或是在线上的，都能在今天的崇拜中灵里得到喂养，新生灵都得到大大的得力。我们也在你的里面得到平静安稳。主啊，你也要使我们愿意寻求你的旨意，也明白你的旨意。我们更愿意以顺服的心，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也让我们的眼目明亮，明白今日世上发生的各种苦难或者挑战，都再次的说明你再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能够更加警惕自己，真心悔改，精心祷告，谦卑顺服，随时来迎接基督二世荣耀的降临。我们就把接下来的崇拜完全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也让我们在今天的崇拜之中，让我们的灵里得到复兴。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让我们打开新灵粮诗选38首，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第一节我们齐唱，第二节姊妹唱，第三节弟兄唱，然后是第5节是齐唱，我们一起来。姐妹，弟兄，来自爱自我，印在十字架上，上上的恩乐华掌上，化作美丽光芒。
唱，等待万王之王，超越的时光，创造宇宙太空穹苍，如美无可测度，竟然为我死亡，是我的造师父，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向你敬爱颂扬。好，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将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子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永生，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坐。让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下面的诗篇26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用诗会来读上半节，弟兄姐妹读下半节。诗篇26篇第1节：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第5节，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求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怜恤我。我们一起来读12节。我的脚站在平坦之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接下来是公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低头来为我们神的国度、我们的差会、我们的国家肢体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这个时间我们愿意为非洲的国家中非共和国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当中，
国家的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求主怜悯。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区教会祷告，平安堂的赖林牧师也为着他们的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所以我们也要为台湾的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下智慧和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让他们所做的各个政策都是合乎你心意，也是让台湾的人民得到福分。所以我们也为着台湾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够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的造就来祷告。主要我们也为第一线的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求主赐平安，使他们的工作都顺利。我们愿这一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圣道里，我们请何兆鼎弟兄来为我们读约伯书跟希伯来书。今课的第一处，在约伯记1章1节，2章1到10节，在旧约圣经491页。约伯记1章1节，2章1到10节，旧约491页。第1章1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第2章第1节，又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长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今课第2处，在希伯来书1章1到4节，2章5到12节，新约240页。希伯来书1章1到4节，2章5到12节，新约240页。第1章1节，
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论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们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2章第1节。2章第5节，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上帝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以上是今日的经课。谢谢赵定弟兄为我们读上帝的话语。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0章2到16节，是在教会的圣经的49页，新约的49页。马可福音第10章第2到16节，第2节，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第6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2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第13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感谢主。接下来是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婚姻永久保质期。我们把时间交给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
高兴在主日早上跟大家一起见面。那我想我们能够今天可以一起来做礼拜是很美好的事情。那当然希望大家我们还是按照这个防疫的状况能够来就坐哈。这个可能进来的时候有看到椅子上面有一些打叉叉的地方。那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比较开放的，但是我们希望还是能够保持一个一定的距离，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聚会的当中，不但我们能够安全，而且我们的聚会的品质能够更好。那也期待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旁边有位置的话能够尽量能够往中间或是尽量让两边可以让比较晚到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有地方可以来就坐。那期待我们可以能够在安全的环境当中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地方跟场地。那当然我相信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有一些东西我们原本设定的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后来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不太一样。今天早上在台语堂的时候，我们1楼的这个音响有点故障，那这个也给我学习一个功课。后来故障的时候其实找不到原因所以要做礼拜了牧师在那边一直弄麦克风弄不出声音来。然后最后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就上来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状况，他就说那我们试试看把它重新 restart， 就把它重新的开机看看是不是可行。就后来一试发现居然还真的可以。所以他让我学习到一个功课是，有很多东西当我们忙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的时候，有时候重新再开始是好的，有时候重新再出发是好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重新开始重新再来好像有点麻烦。其实有时候当我们重新再开始的时候，也许会有不一定的也许会有新的发现，或者是会有新的这个状况会出现，或是会有新的改变。所以不用觉得说好像重新再开始很麻烦，其实有时候重新开始反而是好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怕麻烦。有时候刚开始的麻烦会造成后面可以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如果怕麻烦，有时候反而就状况就更不好了。愿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在处理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够给自己保持有再一次的机会。当然除了生命不能有再一次的机会以外，其他的事情都可能可以有再一次的机会。期待我们能够在每一次的事情上面，即使做得不够好，或者不够完美，或者是不够完善，但是我们都给自己能够有再一次的 restart， 可以能够重新再一次的出发。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真的。有一个姐妹她在家里面正在看书的时候，然后突然间电话响了。电话响的时候，她一拿起电话，电话的那一端出现这样的话语，她说：太太，我今天领到薪水了，那我们今天可以去外面吃大餐，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去买点东西回来，然后我可以帮你买几件衣服，漂亮的衣服，你上次喜欢的那一件那个项链，我觉得应该可以把它买回来。男人赚钱是应该要给女人花的，所以我应该要爱我的太太。他就这样的，这个在电话那一头有个男人的声音这样说。这个姐妹心里面非常的激动，因为她听到这个太温暖的话语。但是呢，她跟电话的另外一端这样说：对不起先生，你打错电话了。听得懂意思吗？这个男人打电话来，他本来是要打电话给他的太太，结果没有想到是打错电话，但是很感动这个姐妹很感动，哇，那个男人这么好，领到薪水马上给太太买新衣服，买这些东西。婚姻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去保鲜，让一些东西可以是新鲜的，让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开端。所以每件事情都可以让它可以成为一个新鲜的事物，让我们可以从婚姻当中也学习一些美好的功课。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祷词，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铺陈这么久，其实应该大家要知道，今天要讲的当然是跟婚姻有关系了所以
教会里面讲婚姻是一个很慎重而且是很神圣的事情。各位可能常常发现说，我们在现在的时代里面，要能够维持一个好的婚姻状态，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现在我们常常说，现在叫做素食的文化，所以包括连婚姻也是常常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最近收到一个图，也蛮会心一笑的啊，但是也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他说，想结婚是自己能够独立了，想离婚是因为子女已经独立了啊。然后婚前男人大都很幽默，然后婚后的男人大都很沉默啊。女人的记性在吵架的时候最好，然后男人的耐性是结婚的时候是最差的。那恋爱的时候一见面就亲嘴，然后结婚之后就是斗嘴了啊。所以这个其实也给我们常常有一些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恋爱是相当美好的，爱情非常的好，可是常常有人说结了婚就变成了爱情的坟墓。所以到底婚姻是不是一个苦的事情，让人觉得是不能自己，或是跟恋爱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曾经有一个大文豪这样说，他说婚姻就像什么？他说婚姻就像围城一样，他说外面的人想冲进去，里面的人想要冲出来。所以很多人会发现，婚姻要经营其实不是一件很好处理的事情。所以有人这样说，婚姻是什么？婚姻叫做正派经营啊。那可能大家会说，正派经营是什么样的意思哈？其实要把它翻成台语，叫做正派经营，听得懂意思吗？啊，正派经营叫做正派经营，意思就是说，要维持婚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觉得今天的内容只适合在婚姻当中的人来听，其实所有的人都需要，因为包括我们有的很多人已经在婚姻当中走一段路了，有的人是要准备要进入婚姻的里面，包括你可能会觉得，我还有一段时间，其实不要觉得一段时间很快的哈。通常在连续剧里面，只要讲到说我不要嫁，我不要娶，下一次就会看到适合的人就要出现在你的面前，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时间还很久，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到或是碰到有一些跟婚姻有关系的事情。但是牧师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是，讲婚姻是讲婚姻，但是真正我们要讲的是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在开始的经文里面出现有一个人物，这种人叫做法利赛人。各位只要听到有法利赛人，就是表示这个没什么好事发生了哈。好，法利赛人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要来试探耶稣，所以他们要试探什么？有法利赛人，我们来念一下第2节的地方，一起念来。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试探他。亲爱的弟兄姐妹，问问题本来是一件好事，各位知道学问要学就要问嘛，对不对？但是呢，有的人问问题是不怀好意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来问耶稣，不是真的要求一个答案，他们要来问耶稣你的看法是什么？各位如果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们法利赛人其实还有分好几个派别。所谓的好几个派别，就是每一个老师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是有不太一样的内容。摩西的律法里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原文在哪里。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这样的条例，就是可以写休书，然后来休妻。那犹太人他们有2个很大的派别，一个叫做撒买派，一个叫做希列派。那希列派他们的主张是比较开放的，所以比较开放就是说，他们认为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跟借口。今天如果太太做菜做得不好吃，今天如果太太家里面懒惰没有打扫，今天我如果看我的太太不顺眼，都可以成为离婚的一个借口。但是撒买派就比较保守，他们认为只有犯奸淫才可以构成离婚的条件，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有2个很大的派别在做一个区分。但是他们要来试探耶稣，要来看看耶稣你的观点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认为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去回答这些人。第5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5节，一起念来。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好，在旧约圣经里面，在申命记里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申命记里面，摩西写了这样的一个条例，说如果要离妻子的话，要给他一份的休书。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申命记的24章1到2节的地方，这个就是摩西提到的有关休妻的一个记录。
好，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内容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内容，一起念来。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好，看起来好像是摩西写同意可以离婚的这一件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它是有背景的。各位知道，以前在过去中东的地方，女性是比较没有地位的，所以如果你是被离婚的，或是你离开这个夫家的时候，有的人要生活是很困难的。所以除非你有一个证明，就是这个女孩子是清清白白的，她是一个这个没有瑕疵，才可以这个嫁给别人。所以如果有人知道说啊，你过去的行为不检，或者是你的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在夫家里面可能你有犯一些的错误，那么你可能就会要再嫁就困难了。过去的女性在婚姻的当中是比较弱势的一方，所以如果没有证明，或者是没有一个证明书可以让人家知道说她并不是行为不检，她可能是有一些的事情跟她的丈夫有一些的问题，所以以至于她被丈夫来离开，那么她去嫁给别人是很正当的一件事情。但是要先知道说，摩西在定这个律法的时候，刚刚耶稣提到一个事情是，摩西在定这个律法是因为人的心硬，人的心硬就是人不愿意能够去顺服上帝的话，所以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在圣经里面讲可以有休书，所以就可以写休书给自己的妻子，其实那是叫做不得已而为之的。也就是说，两个人即使用尽了各种方法，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就不得已就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休书是要给对方有证明，以至于他再去结婚的时候，再嫁的时候，他不会受到一些的歧视或者是拦阻。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贬低姐妹的意思，也没有贬低妇女的意思，它反而是一种保障。它要保障的是妇女在当时的一个生存的权利。但是有很多的人却把它过度的解释，以至于变成好像人随便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好，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是在康熙时代，光绪的时代，有人写休书给他的妻子，上面都写了很多的理由，写了很多的原因，可能不和两个人有一些什么关系上的一些的这个不和的状况，然后最后要盖一个手印，表示说这个是这个丈夫有认证的，就是我的这个前妻，她可能有一些事情，但是她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是我们两个人不合，所以她有一个证明。所以休书原本的用意是这样，让这个女生可以再一次有进入婚姻的机会，而不会变成说在社会上被歧视的。但是当人把它变成是一种扩张解释的时候，反而让姐妹的地位，或是让女性的地位更加的低落。所以葛罗利亚斯坦能这个人他这样说，他说很多人想要遇到对的人，但是其实很多人不是让自己成为对的人。在婚姻的里面，我们需要能够看到一个事情是，我们常常会去嫌弃别人，会去嫌弃对方，或者是认为对方不够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自己应当要成为一个对的人，然后来成为对的人，跟对的人才能够在一起，而不是要求对方成为一个对的人。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婚姻的约里面，上帝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事情。在第7节的地方，今天的经文第7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经文第7节，一起念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里面夫妻的关系是一体的，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这么看重婚姻的关系？因为一体的关系，所以分开的时候会造成的是撕裂，会造成的是伤害，会造成的是不舒服的，会造成的是这样的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恐惧害怕，或甚至是造成彼此的互相的深刻的在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愁苦。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当然你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你才能够进入婚姻里面。重要的是与妻子联合，然后两个人能够成为一体，不再是有分别的，不再是区分的。
所以婚姻的约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导，就是它其实在教导人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刚刚有提到，在婚姻的约也代表我们人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亲密。好，所以约翰派伯这个牧师他说，婚姻是什么？婚姻不是单单为了浪漫，婚姻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或是喜欢，婚姻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那一份守约的爱体现出来的。所以很多人不晓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有教会里面在办婚礼的情况，它其实要体现的是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大家各位有看过在教会里面办的婚礼，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教会里面办婚礼的时候叫做走红毯，不是走别的颜色的？蓝色的也很漂亮啊，黑色的也很高雅啊，为什么一定要走红的呢？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为什么是红的？各位知道吗？基督的宝血，红色代表的是基督的宝血，所以很多人不晓得说，原来走红毯那个是一个代表神圣的意思。各位知道，在结婚礼的时候通常都要保持中间要净空，为什么？不能有其他的东西掺杂，不能有其他的人进去那里面，只有新娘才可以走这一道的路。所以意思代表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里面那一段教导婚姻的话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丈夫要为妻子舍命，那个流下的血才能够让这个新娘能够得着洗净。所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基督流的血，以至于让教会从后面进来的时候，他要进到上帝的面前，跟基督一起结合的时候，那是神圣的约，透过基督的血的洗礼，以至于他能够成为圣洁，跟基督一起的连结。所以婚礼是一个很神圣的约，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概念。所以婚姻不是意味着说好像结了婚之后就一定会幸福，或者是说我们常常讲说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而是无条件的委身。委身就是将自己交给对方，而不是再有自己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婚姻当中是要求对方要照我的意思，但是不晓得委身其实是我要按着对方的意思，按照对方的需要，而不是我的需要。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刚刚提到了，在婚姻当中的一体要拆开，其实是一个很受伤的，是一个伤害，而且是一个撕裂的，是一个不好受的状态。所以看重婚姻是一个相当重要在教会里面的课题，特别现在的一个婚姻的教导，在这个世代里面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要能够维持住一个长久的婚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曾经有人这样的问一对相处很久的夫妻，问他们说，你们的相处之道是什么？这对夫妻很有智慧，他们这样说，在我们的以前的年代里面，东西坏掉是要修理的，而不是要丢掉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没有去修理它，没有去好好的去处理它、整理它，反而是常常想说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或者是反正现在东西可以用买的，所以用买的比较快，坏掉就丢掉了。婚姻不是这样，婚姻里面其实在关系有一些的损坏的时候，或是坏掉的时候，是要去维持跟维护的，而不是要把它丢掉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当男人对女人说我愿意的时候，进入婚姻里面，他其实也是对世界上所有的女人说不的时候。所以当你回答我愿意的那个时候，其实是向其他的可能性说不了，而你就唯一单单的跟这个人在一起。所以我上次有提到一个事情，是很多人在信仰上认为说，基督教信仰好像是很这个叫做很独霸的，或者是好像是不能够容纳别人的，或者是好像是不能够容许别的信仰存在的。它其实就是在讲婚姻的约里面，在婚姻的约里面，除了这个人以外，我没有别的女人；除了这个人以外，我没有别的男人，这是唯一的。所以信仰上也是这样，我们在讲上帝是唯一跟独一的，也是讲这样的意思。
上帝是独一的，所以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上帝。婚姻当中的约也是这样，除了这个人以外我没有别的女人，除了这个人以外我没有别的男人。这个是在婚姻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功课。所以第9节里面提到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个在我们看到许多婚礼的时候，牧师常常会在最后的时候念这样的一段经文。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透过在婚礼当中的神圣的约，让人看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原来婚姻的荣耀是来自于钉十字架的基督，把婚姻跟耶稣基督用宝血立约给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连接在一起。如果切割的话，婚姻就失去它的神圣的意义。所以婚姻的约里面代表着人跟上帝的关系是那么样的紧密跟亲密。上帝跟人的关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体现在婚姻的里面。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其实也代表人跟上帝之间的那样的亲密跟关系。所以当我们说愿意的时候，当你在爱情当中说愿意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宣告一件事情，就是愿意要来遵守这样的一个约。所以特别现在很多人对于婚姻的看法是很浅薄的，包括有很多人认为婚姻只是一张的纸。牧师讲这个其实也是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这样的混乱的时代的里面，很多人把婚姻的约看成是一个好像只是一张的纸一样，其实那一张的纸是一个保障，是一个对对方的一个承诺。所以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婚姻的根基不是在这个爱情，虽然它是根基于爱情，但是它是根基于真正的根基是根基在约的里面。人跟上帝有约，就好像在婚约的当中，两个人彼此互相的委身，那个叫做约的关系。所以婚姻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不是期待对方要做什么，而是能够要求自己能够成为对方的好的伴侣。所以不是去期待对方要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才能够去喜爱或是爱对方。我在跟师母认识的那一周的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人也帮我介绍，包括这个我都有跟师母讲过了，所以没有问题的。包括这个也有人帮我介绍有很会弹琴的钢琴老师，也有会讲西班牙文的这个姐妹，他们的条件都很好。但是后来我跟师母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后来选择了他。有一天师母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要选择我？我没有像人家那么好，我也不会弹琴，我也不会插花，我也不会怎么样。我说我要娶的是一个女人，我不是要娶一个干事，我不是要娶一个某有些什么样能力才能够符合条件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的当中，即使这个人也许没有什么叫做过人的条件或是什么样的原因，只因为这个是在婚姻的约里面，这个叫委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人的条件有一天都会失去，人的条件有一天都会过去的，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愿意跟这个人走一生的道路，这是一个需要去思考的事情。如果你是因为他有些什么条件，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应该要男的帅女的美，或者是要有钱或者是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进入婚姻的话，那是很浅薄的，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的。所以有很多人喜欢找女生要找白富美，知道吗？很多那个男生女生找男生要找那个高富帅，但是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的。有一天再好的肌肉都会流失掉，再美的女生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老化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的条件是永久的，唯有你愿意能够委身在对方的当中，这个才能够是存在永久的。所以圣经里面11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对他的学生讲了更直接的事情。我们来看11节的地方，11节一起念来。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好，所以耶稣要讲明这件事情是什么。如果今天在这个离婚的事情上面没有任何的原因给对方休书，其实你如果再娶或再嫁，都构成了所谓的奸淫的这个概念在这里面。
所以上帝的观念跟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啊，我离了婚之后，我不再受婚姻的约束，我就可以再娶再嫁。其实那个是造成一个犯奸淫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在这里面，造成犯罪的原因在这里面。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奸淫的缘故，不是因为行奸淫的缘故离开了这个妇女，再去娶另外一个人，在圣经里面说这个也是算是犯奸淫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上帝的律法是可以用人的方式去做解读或解释。在上帝的眼中，夫妻是一体的，人不能够去分开。用人的强迫的方式去分开的，不是按照上帝心意的，都是在犯罪的当中。所以犯奸淫会导致现今的刑罚。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看到现今的世代里面这样的混乱？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就是上帝可以用他的灵可以造万人，但是为什么只造一个人？他是要让人得敬虔的后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你的家庭能够走在对的路上，走在正确的路上，那么就要按照上帝的话去做，而不是按照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方式，喜欢就来，不喜欢就离开。这个对小朋友、对孩子的影响都是极大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谨慎，父母亲所做的对孩子都是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在婚姻中要除去什么？要除去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要使婚姻长久，需要克服自我为中心的行为，不是只有自己好就好，而是彼此要互相的，不是只有自己觉得我自己的这个想法为主，而是要考虑别人的需要。所以在上个礼拜我提到一个事情是，谦卑是什么？谦卑是不是这个贬低自己？谦卑其实是少想到自己。所以在婚姻的里面，彼此谦卑的来相待，意思就是我少想到自己的需要，多想对方的需要，多去想到太太的需要，多去想到先生的需要，这个叫彼此的谦卑，互相的服侍。所以不是叫做贬低自己，好像我是一个卑女，或者是我是一个仆人的角色，不是，而是彼此少想到自己的事，多为对方去着想的。所以当我们把爱当作基础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可以包容跟接纳，因为里面是有爱的。所以有爱的里面才能够做到这样的包容跟接纳。所以当你觉得缺乏包容跟接纳的时候，就是你缺乏爱的时候，就要求上帝给我们满满的爱，好让我们能够去包容跟接纳彼此的不完全的地方。所以这里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他说要体贴，要体谅，不要控告，要祷告。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彼此夫妻之间多一些的时间，不是拿来控告对方，而是能够来更多的祷告，为彼此的需要祷告，更多的体贴，更多的体谅。我们不是娶一个完美的人，或是嫁一个完美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彼此互相的包容跟接纳，体贴跟体谅，这个是我们需要在婚姻中学习的功课。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在婚姻当中要接纳彼此的软弱。所以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不完全的地方。在婚姻的里面，就是学习这样的功课。也许对方做不到，但是我可以补强，或是我能够去帮助他。所以这个牧师这样说，他说我们爱主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我们的妻子有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圣经里面讲爱的真谛的时候，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单是忍耐，而且要对对方是好的。在婚姻的当中，接纳彼此的软弱，接纳彼此的不完全，这个是我们在婚姻当中要能够去学习的功课。这个功课很难学，有时候是会有一些受伤的，但是我们需要从这里面来看到真正的忍耐，是在受伤当中你仍然愿意学习，能够对对方仍然是有恩慈的。所以不是只有忍耐，而且是要有恩慈的。说穿了，其实就是要让基督的爱充满你才能够做得到。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你可以做得到这个事情啊。好，所以麦安迪牧师这样说，他说我只是要提醒你，我们只是人，
并且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配偶是人，所以千万不要把对方当超人。所谓对方当超人，就是把他当作好像他是永远不会倒的，好像他永远都不会有问题的。要把对方当成是人，他有他的需要，他有他的软弱，所以我们都是人，需要能够了解对方也有需要，对方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软弱跟需要的时候。所以婚姻的当中是彼此体谅、互相的接纳的一个状态。所以爱是什么？爱是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了之后还能够一辈子。所以曾经有一个北大的一个教授，他在他的50周年的这个婚姻里面，他写了一副对联，他说这个吵吵闹闹50年，但是恩恩爱爱一辈子。所以虽然是吵架的时间，但是他们仍然能够一起的相处，不会因为吵架的缘故就分开了。这个是在爱情的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状态，不是因为吵架了就彼此就不和了，而是其实在吵架的当中仍然包容跟接纳。第三个，在婚姻中要透过祷告彼此的扶持，所以有力量的这个配偶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夫妻的关系，其实是一个祷告的关系，也是在祷告当中的这样的夫妻的关系才能够维持跟才能够坚固。若不是透过祷告，若不是透过在祷告当中彼此的接纳，其实人很难能够撑过这样的时候。所以每个人也许都会遇过在婚姻当中的困难跟难处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在婚姻当中能够胜过，成为一个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夫妻，需要透过祷告，在祷告当中寻求力量在我们的里面，寻求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婚姻生活是建立在彼此的承诺、彼此的委身上，而非建立在感觉上。有一天你也许不再对对方有感觉，有一天你也许对对方不再有那样的喜欢，但是不是因为喜不喜欢，而是因为承诺。所以不是因为不喜欢然后就可以跟他分开，不是因为不喜欢就可以不用在一起，而是虽然是心里面不一定喜欢的，但是我仍然要坚守那个承诺，因为那个承诺是维持爱的关系的里面重要的一个关键，而不是只是感觉，感觉有一天会失去的，但是唯有承诺才是能够持续永久的。所以婚姻的重点不在于维持浪漫，而是在守住盟约，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不见得对方都要满足你所有的条件，但是你仍然要坚持这样的一个立约，这个才是在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在立婚约的时候，牧师常常会问你愿不愿意跟这个人在一起，无论他贫穷富足或是健康疾病，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有一天他不再有那么多的肌肉，不再有那么多的 muscle， 但是你仍然要跟他在一起。他不再有那么漂亮的容貌，但是我仍然要选择跟他在一起。这个叫做立约。所以最后的部分，怎么样做会破坏婚姻？我相信大家隐约都会知道什么是怎么做才会让关系更好，我们应该也都晓得，只是要去实做是不容易的。所以牧师不是要灌输大家说你应该要有一个什么原则或规则。弟兄姐妹，当你发现爱不够的时候，当你发现你能力不够的时候，当你发现你缺乏的时候，请记得一件事情，回到原厂去做维修。听得懂意思吗？有一个父亲，他在婚礼的当中，他跟他的女婿这样的谆谆的告诫，他说婚姻当中难免会磕磕碰碰的，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太太不太乖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太太不太听话，或者是她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修理，请送回原厂去维修。原厂在哪里？原厂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才叫原厂嘛，对不对？但是有的人爸爸妈妈不一定在的，那么你的原厂在哪里？你的原厂在这里，在上帝的里面。所以如果你的配偶，如果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不是自己去修理它，是听得懂意思吗？不要自己去修理它你要送到原厂去维修，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来带领他，让他能够调整跟改变，而不是自己去动手修理它。动手修理它，有时候我们的能力或技术不一定那么好，可能搞不好会弄得更糟糕。唯有送回原厂，让原厂来修护，
让它才能够恢复原来的状态。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婚姻的课题上能够学习有智慧，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需要在这个世代里面建立出好的基督化的家庭的概念，好让世人知道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不是这个好像没有路可以走的婚姻，好像常常是一个死路，或者是一个人家说爱情的坟墓。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婚姻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是一个美好的开端，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美好的部分。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婚姻当中学习彼此的原谅跟饶恕，也彼此的体贴体谅跟祷告，让婚姻能够成为世人所羡慕的，而不是世人所认为的那样的一个困难跟艰苦的状态。上帝帮助我们，记得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回到原厂去做维修的工作。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修复。很多时候我们尽力了，我们也想要做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做不到。主，我们唯有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能力，因为你才是爱的源头，你是爱的来源。我们需要从你那里得着能力，来重新修复跟恢复人际的关系，包括夫妻的关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看到每个家庭都是上帝你所喜爱的，都是上帝你所喜悦的，并且能够透过在家庭的这样美好的建立，以至于向世界向社会来宣告信主的人的家庭是何等有福的。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是进入到这个教会的里面来影响教会，而是让教会的价值观进入到世界来影响这个世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牧师的分享。接下来是金句的背诵。我们一起来把马可福音10章9节，我们来背诵2遍。马可福音10章9节，一起来。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可福音10章9节。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可福音10章9节。好，接下来是我圣餐礼，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的300首，与主合一。我们只要唱第1节就可以啊。时间交给蔡牧师。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圣餐。讲道容易，但是事实上要实做很困难。我跟我的师母已经结婚15年的时间，各位千万不要以为牧师没有想过要离婚，其实我也想过，但是不用担心哈，因为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我都跟师母报备过了啊。想离婚的原因，有时候常常会觉得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啊！为什么我想的东西跟他想的东西是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喜欢这个人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啊。你喜欢这个人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你觉得他好有趣哦，可是为什么进入婚姻的时候不再有趣了？我们总是想要去改变对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对方。我记得我跟我太太刚结婚的时候，我对她有这样的要求，我说你
一年要读完1遍的圣经，而且要这个要很认真的读。我的太太跟我讲说，对不起，我做不到。我的老师也一样的跟我的太太做这样的一个劝告，因为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的老师也帮助了我们这个家庭。他跟我的师母说，不是只有1年读1遍圣经，你还要再精读，你还要读更多的内容来帮助你的先生。结果我的太太居然在我的老师面前说，我愿意这样做。说为什么我要求你，你做不到，但是我的老师说你就可以做得到呢？为什么你会是这样2种不同的双标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夫妻之间不是要求来的，老师可以要求学生，但是夫妻不是要求来的。我很感谢我的太太15年来对我的关心，因为有时候人不是铁打的，有时候也是会生病的。进入婚姻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发现有人愿意照顾你，有人愿意疼惜你，你不是孤单一人，你能够有人陪伴，这是美好的。当然它也有很多的限制，我不能够说它完全没有限制，但是它是美好的，能够有另外一个人跟你在一起，也许不一定2个人是一样的想法，也许2个人不一定有一样的思考模式，但是他的模式可以弥补你没有想过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许在婚姻的当中还在摸索，不知道应该怎么做。15年了，我也在摸索，还在继续的摸索中。当然也许有的人不是有办法的，包括我跟我的师母，我们也都是单亲家庭出身，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预期跟期待我们的父母亲他应该要怎么做，他应该要怎么样去行。如果他们能够做得更好，也许我现在不用是成为单亲的孩子或是单亲的家庭。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我们的上一辈他们要能够怎么做，但是你可以要求的是你这一辈你要怎么做。我们从什么家庭出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什么家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过去都会有一些不堪的情况，但是求上帝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让我们都能够学习，也给别人也给对方有再一次的机会。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等一下我们发圣餐的时候，要请大家做一点事情，因为圣餐里我们现在虽然是已经稍微的解封，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防疫的规定所以等一下要请大家做一件事情，是我们要领餐的时候会请大家来站立，然后我们会请我们的招待同工今天是年轻人他们当招待，他们会帮大家喷上酒精之后，然后我们会请我们的陪餐的同工发下去，那大家就不用再移动，就是你站在你的位置上面就好了然后我们会发下去，然后一样我们是圣餐包的方式，所以我们领的时候一样是打开那个封膜跟那个杯的封口来使用，千万不要直接就吃进去因为它是有封膜的千万不要这样吃进去。好，那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圣餐礼拜好，请听圣经的话。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新，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请我们一起来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
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安慰文。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感谢我主上主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因此，我们和天使并天使长及天上的会众一同称颂、尊奉主荣耀的圣名，常赞美主说：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同来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我们原本是要让大家能够来到台前来领，那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我们刚提到了我们会发下去给大家。所以如果你已经受洗加入教会成为神的儿女，那无论你是在我们卫理堂受洗，或者是你是在其他的教会受洗，或是你从哪个地方来，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邀请跟期待你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饼杯。那如果可以的话，就请已经受洗过的基督徒，请你能够站立，那我们就预备来发这样的饼杯。那也请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看一下，小心。感应的。等一下我们就是发下去然后让他们发完之后就坐下来，可以吗？他们现在先喷一下。对，一个人可以，一个人可以。对。等一下领到饼杯之后，我们就可以坐下来。那我们坐下来之后，请大家就拿着饼杯，我们一起等候，预备来祷告。
你拿到之后就可以坐下来哈，拿到之后坐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来，等一下等大家都拿到了之后，我们再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代表的意义是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的方式要改变，或是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愿主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彼此的接纳跟彼此的为了彼此的需要跟安全，我们虽然有一些麻烦，但是我们仍然按照这些的方式能够来做这样的安排。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还没有领到饼杯的，就先暂时先不要坐下来等我们的同工发给你。我们如果已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欢迎弟兄姐妹，你可以来领受这个饼杯。我们无论是哪一个宗派或教会，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权柄能够领受这个饼杯。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没有拿到的？如果都拿到的话，请我们一起来享用，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一起打开来享用。吃完之后，我们打开我们的杯，我们一起来享用。用完之后，我们还是一样请大家还是把口罩戴上来，让我们能够都在安全的环境下，可以来彼此来分享。好，让我们一起来念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的圣餐礼到这边。让我们一起来打开新灵粮诗选259首，我们只要唱第一节跟第二节，259首。我心何等欢喜，因听救主说道，我为你罪流出宝血，使你同得荣耀。主啊，我进来求你，求主洗净我罪愆，洗净在宝血里。第二节，我们软弱可怜，心上毫无能力，为主
下来我们要做奉献请丝线的同工们到台前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主日，你借着牧师的口，让我们了解婚姻的重要以及婚姻的约。主啊，同样的，你也让我们了解，主啊，我们跟你的关系就像是婚姻之约。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你建立那样美好的关系。主啊，接下来我们要将你所赐给我们的丰富，献上一部分用在圣工上。我们也求你悦纳这一切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成歌。请坐。好，让我们在唱这个问安的歌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新朋友。第一位许陈美莲。好，欢迎，请坐，一致欢迎，永远欢迎。是赖豪姐介绍的哈。好，我们在另外一位是，是罗新荣吗？罗新荣。欢迎，请坐。我们也是一致欢迎，永远欢迎，请以后如果有空，我们就来参加我们的崇拜。好，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站立彼此问安，但是在原地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节庆，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一家人，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节庆，
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感谢主，请坐。好，我们接下来会做一点教会的事工报告啊，我们就简单的把重要的报告一下。今天是圣灵降临节第19个主日，欢迎参加实体以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然后等一下，主日后12点半。在201教室会召开10月份的小组长会议，那1点半要召开的是执事会议，请执事同工都要留步参加。好，第5项，教会依照防疫放宽的标准进场的人数现在可以不受到限制不受到80人的限制，但是我们仍然要这个按照防疫的标准来进行。好，成人主日学，等一下成人主日学是在11点半，在201教室有罗马书，还有205教室是启示录，另外在副堂有诗歌赏析，请弟兄姐妹踊跃的参与上课。然后秋季的制服艺人学院是在明天就开始正式的上课了，继续的为招生还有课堂的安排顺利来代祷。那我们另外就是肢体的部分请大家自行参阅。牧师还有没有新报告？那这样子，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共尊，温柔之愿，万福之门。阿门。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恩典的圣灵，愿你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将基督的爱分享在家庭的里面，好让基督徒我们的家庭都蒙恩，以至于人羡慕我们的家庭，并且愿意学习效法，能够看见基督在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里面显现出来。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请坐。订约。在订约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如果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或者是来到台前，牧师为你们祷告。